到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8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01个本土病例，共266个校正回归补天的案例，另外嘛增加13个人死亡。医生指挥中心即马有针对解除治疗隔离做出新的规定，要消透医疗量能。 国内阁新增加405个确诊的患者，其中401个是本土的个案，4个是带病入境的。另外，校正回归的本土个案有266个，拢总新增加671个。因若确诊的个案内底，新增加13个死亡，死亡的病例阁创下新高，累计确诊的人数拢总有6761个，死亡人数拢总59例。部的案例今天在671例里面那回归之后校正之后，那当然现在还是以5月17号是为最高。 即届新增加13个死亡的个案内底，大部分拢是60岁以上至90岁的社会人，而且有慢性病的病史。毋过其中2个死亡的个案，一个是50多岁的男性，有主动脉剥离的病史；另外一个是40多岁的女性，捌接触过确诊的个案，毋过无慢性病史。因为轻症的关系，安置伫防疫旅馆。毋过，即个40多岁的女性煞伫1礼拜内死亡。 目前来做这些比较，当然给我们一些警惕。染疫的相关的年龄是偏大的话，我们还是维持在1%，也并没有说很明显的来增高。即马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医疗强要制载袂调。指挥中心嘛公布上新版解除隔离的条件，其中针对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个案，爱符合2个条件，包括退休至少1天，症状有转好，而且离发病的日期已经有10天。 才会当免做采检、解除隔离治疗，改做7天的居家隔离。若隔离治疗的个案，解除隔离的条件除了以上2项以外，阁要做1摆的呼吸道检体 PCR 检验的结果是阴性，或者是 CT 达伫30以上，就会当解除隔离，做7天的自主管理。符合这样的条件解除它是解除隔离治疗，但是从医院到集中检疫所返家进行居家隔离。 所以在中间里面不得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因为艋舺地区本土的病例一直出现，这波疫情的本土个案大部分拢有艋舺的活动史，但是中嘛证实会甲艋舺地区列做高风险的族群，而且注记伫健保卡顶悬，强调讲这是为着要保护医护人员抑个民众的健康。包括中国旅游史、外国旅游史等等，我们也做了健保注记。 指挥中心强调讲，健保卡特别注记是为了加速转诊，做出较好的判断甲治疗，这是防疫真重要的一步。因若民众质疑讲有防监视侵害着隐私，因强调讲，伫疫情过了后，都会依法来注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昨暗嘛证实讲，头一批莫德纳预防车15万桶已经伫飞林机顶啊，按算伫今仔日下晡就会送到咱台湾。 另外，指挥官陈时中昨嘛头一摆对外讲，咱制接 BNT 预防车的过程。陈时中讲，咱对去年8月份到今年的正月，拢一直有甲德国的原厂咧联络。尾也买无成，是因为咱的新闻稿内底出现“咱国”这2字。陈时中讲，看起来讲无成，毋是合约本身的问题，是合约以外的问题。我们第一批的 Moderna 疫苗15万剂。 那等于是明天明天的清晨，从卢森堡起运，那预定明天下午大概4点左右，3点50，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指挥中心宣布好消息，第一批莫德纳有防车15万剂，会伫2月留到台湾，上紧2礼拜内检验好开始做。指挥中心讲，这批有防车伫咧通关过程了后，会赶紧完成检验作业。 莫德纳有防车甲辉瑞 BNT 有防车同款，是一种 mRNA 有防车，保护力有到90%以上，在伫咧负20度的环境会当放6个月，2度到8度会当放30天。这批有防车有效期到11个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莫德纳，我们的合约大概是有505万剂，那接下来还是会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在下月还是疫苗还是像我所讲的大概就是会有200万的这疫苗。这么团讲郭台铭想要透过伊所创办的鸿海甲英灵基金会合资向上海复兴为德国 BNT 有防车。英灵基金会证实，郭台铭认为这么疫苗真歹买，希望为国家争取更加侪有防车。指挥官陈时中是第一遍讲出政府过去甲德国 BNT 原厂接触的过程。去年8月20就开始甲原厂谈判，其中由代理商来接触。11月10日，甲药厂进行网络视讯会议，讨论技术资料甲相关问题，一直到12月31日由 BNT 提供合约的最终版本。
卫福部一月初报行政期动议，期间就恢复药厂合约的签约影像档案。1月初7，双方就合约顶头对新闻报道的限制交换意见，并且提供对方新闻稿。对方1月初8就开始无意见，验过试验外钟了，如果希望将新闻稿顶头咱国能力改掉，咱也是改做台湾。验过 BNT 伫1月15又个发文，讲因为要调整有放射供应的事情，签约要延后，但是总认为问题无伫咧合约内面。最后为了一点点的问题或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感受到，以双方在谈里面，就这合约已经确定的，不是因为合约内的问题，而是合约外的问题。陈市长讲，若是有人有把握会当引证有放射，那你时间就会紧，准备相关资料甲政府联络。若无完成相关的流程了，可能政府目前所掌握到的3000万剂有放射就已经够啊。记者综合报道。要控制疫情，就要靠预防针。第二批 AZ 预防针41万筒，昨昏嘛已经拨出去15万筒，送到各县市。台北市有分到22000筒，高雄有21000筒，伫新北市是有18000筒。不过高雄却比东西区的新北市分到搁较济，嘛引起议论。冷藏车透早去到邦桥阿东病院，甲爱保存伫咧摄氏2度至8度的 AZ 疫苗送到位。第二批送到台湾的 AZ 疫苗27正式拨落来，第一阶段15万筒，阿东病院分配到800筒，有不少医护人员伫咧早起的时阵就先来做。大家都在医院工作，比较容易接触到病患，所以还是想要保护力高一点。阿东病院表示，院内人员进前做疫苗的比率已经有84%，这个是提供予员工，还有附近基层医护人员，甲65岁以上的社会人来做。不过，阿东病院伫疫情的重灾区，还佫收治11个重症的患者，分配800筒疫苗，敢有够额？过去可能是打得比较低的，他可能就多配一点。那我们打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就少配一点。我相信疫情对大家是打医院一定会有影响。这届 AZ 疫苗第一阶段的分配，指挥中心公布数量上侪是台北市有22200筒，新北市有18000筒，也若高雄有21000筒，比疫情严重的新北市还佫较侪。指挥中心解说，双北分配的数量是以还未注疫苗的第一、第二、第三类人员的6成来算，包括医事人员、中央甲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甲高接触风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也若其他的县市敢若用医事人员来算，所以比例无共款。双北以外的是用未施助第一类人员数的6成来去估啊。照这个方式来算，若是这个县市还未注疫苗的人数较侪，这个分配到的疫苗数量就会较侪。另外，有愈来愈侪警察确诊，应该会当优先来做。指挥中心强调讲，警察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5类，只要是伫咧第一线防疫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伫咧集中检疫所的警察，都会当优先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本土病例上届济，昨昏又搁增加177个病例。市长侯友宜向中央发声，希望校正回归的速度爱较紧的，来缩短空窗期。另外，针对预防针的部分，新北摕比高雄也搁较少。侯友宜嘛呼吁中央着爱枢纽。新北市政府将土城12日区防疫中心市长侯友宜透早去视察，同时了解菜市仔防疫，一直呼吁市民贯彻街道活动。因为新北市的本土确诊人数一直增悬，而且各增加177人，校正回归146人，总确诊人数2608人。因为调查卡车当中发现有8成拢伫菜市仔，目前高风险地区有11区，邦桥中风上严重，伊向中央发挥，希望校正回归的速度应该较紧嘞。几乎每天都在校正回归，我们希望在校正回归的过程当中，速度能够更快，因为这当中碰到很多的确诊者，都来跟我抱怨，因为我们在地方的执行上就变成有落空、有空窗期。新北医疗60接单继续清空病房，目标专责病房1043床已经清空85，搁增加专责收治 ICU 67床，要用来抢救重症患者。安尼过程，予侯友宜对病人感觉真抱歉。因为原有收治的病人，一下子要让他转换到其他地方去，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我也对。为了清空造成当时住在病房里面的病人的不便，也深感歉意。
新北市这波疫情重灾区除了一直加强的医疗量能，对疫苗是具高度的需求，真无简单有疫苗配送。中央第一批分配予新北市只有1.8万剂，不过台北市有2.22万剂，高雄1.1万剂，侯友宜只好高雄中央化会。新北市的医护同仁总共有3.2万人，给新北市是1.8万，还少了1.4万。当然，我们尊重中央的分配。不过，如果疫苗有多，特别也麻烦中央做重点的一个考量。伫这时阵，佫传出中和某一个工业区内底有一间公司员工确诊，不过头家医院要求其他员工照常上班，就烦恼会真做防疫胖胖。卫生局已经在疫调中，佫控制接触者，通知配合隔离。记者综合报道。医疗量能愈来愈暗，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嘛伫面册顶头发表文章，讲台大病院加护病房强要填啊，希望政府爱赶紧调度资源，爱互医护人员有才调对抗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是回应讲，因为往届病例拢送去台大病院，也个和平病院较济，未来会转去北京病院处理。平常时救人的病院，竟然是公开化救人，已经新闻冲击湘北地区医疗能量，都从台大病院嘛挡袂掉。台大院长吴明贤伫咧脸书面顶发文表示，病院需要帮助。伊讲台大已经超收病人，不过救护车是一直送来新的重症病患，就算是甲儿童加护病房该收大人，也是无够用。重症专业的医护人员无法度真紧都训练出来，也是无准备好，都来登场，更加危险。吴明贤是希望政府会当赶紧的时间内底来定出办法，所谓医疗院所嘛爱清晰、互信、共信，做伙来拍拼。更重要是病院真紧急，互病院的资源也是补助一定要有够，袂当互一线医护人员无资源来救护病人。指挥中心回应，台大甲和平病院因为甲列区班价真近，所以救护车会就近送来遮，未来协助来协调转送其他病院，减少台大病院压力。那在这我还要讲说，那台大辛苦了哈。那不过这是抗疫，是大家一起的事情。好，那我们把后续的分配把它做得更好，让大家各个医学中心都来承担共同的责任来哈。那这样对病人是最好的。那今天陈部长也有很正面的回应。其实，在上个礼拜我就已经有跟台北市的卫生局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发觉我们台大刚好在热区，所以救护车都一直送过来，他也不问你交病人还有没有床，他就送过来。我只是趁早提醒，我们还要处理其他的病人。那你讲那个整个医院瘫痪掉，那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吴明贤的烦恼嘛发生在另外一个教学病院严重，除了新冠肺炎的疫情，还有其他病人需要紧急的治疗。所以，像以我们院来说，现在大家都还有将近1半以上的床位是住其他的非新冠疫情的病人。我们还特别把他们这些病人的收治跟我们新冠肺炎病人能够分仓分流完全隔开来，让他们也能够安心的在医院治病养病。除了希望政府协助资源分配，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嘛强调，咱们地区大病院拢面临着重症加护空间需要调度，救护车还有床位的资料嘛应该透明，安尼病院压力才有法度真正来降低。记者张志勇、曾志成台北报道。台北市长郭文铁昨是表示讲，台北的疫情严重，疫情的调查、卡价的调查已经无啥意义，即马重点爱放伫做快筛。另外，中央有分22000档 AZ 预防车予台北市，台北市会先拨一半予专职的病院，也毋过这个数量嘛是无够，敢若有够6成医护人员注射尔。拜托大家不要再增加医疗体系的负担了哈。台湾本土疫情摊开，台北市长郭文铁勉励医护人员也分析疫情，因为病例较前回归了后，感染人数较平稳。不过台北市日快筛阳性率依然是8.7，比前一天有小可升悬。网甲依然维持社区感染，疫调已经袂使，应该先做快筛。针对中央配发台北市22000剂AZ疫苗，伊宣布一半11000剂提供予专职病院，不过只有60%医护应住。不可能让你们全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部打，因为全部打的话，大概还要再1万多剂。防疫专责病房的医护人员先打，那些旁边没有直接照顾的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各县市拍算家己买疫苗，总统蔡英文定调由中央统筹。关提质疑为什么将国运放伫国产疫苗，好由中央讲清楚。台北市继续扩充医疗收治量能，按算1礼拜应收治1300人。为什么不少确诊者依然踮伫厝？台北市府表示，中央放任无症状轻症患者应居家隔离17天。
将来可能确诊者在家或快筛阳性的无症状的确诊者在家的状况会变成常态，那这中间就需要专责的人车队来运送这段回家的过程。真正伫厝若无法度一人一间，台北市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应受轻症、快筛阳性，已经有7间旅馆加入提供7009个房间。万华区公所真一人快筛阳性，黄珊珊表示，所有接触员工已经确认带入防疫旅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市昨昏新增加18个本土病例，4个校正回归补天的病例。另外，即马嘛传出南口的中间病院有一个护理师去会着，不过初步的判断调查应该毋是院内感染。桃园目前本土病例有264例，是双北以外第3严重的所在。市长郑文灿伊是强调讲，桃园除了会继续支援双北，目前桃园的医疗量能也是有在调负担。环保人员针对真济间邮局车站大消毒。桃园这次新增加18例本土个案，4例校正回归，其中1人有放假接触史。确诊者当中有1人是南口中间护理师，初步调查并是院内感染。另外，还有台北市联医和平院区呼吸治疗室的3名共大家属，甲维纳斯酒店确诊10部公馆的1名亲友，拢是居家隔离区的对象，无社区传播情形。桃园的本土个案，大部分就是有2轮、3轮传播，所以也要请所有的市民，那么要做好个人这个防护。为防疫，郑文灿宣布，桃园市大夜市停业到6月14，公车直运甲计程车爱减薪10连制。桃园区公所有3人确诊，停止办公3天，因为佫需要消毒，延到下礼拜2、31才恢复上班。桃园区公所 A 栋、B 栋都继续进行大消毒，那明天静置1天，所以这个恢复上班的时间为下周1。指挥中心第一批15万剂疫苗，桃园分到1万8千剂。郑文灿强调，会予医护甲警消人员优先来做。我请卫生局统筹，那各单位造册，那希望在这个3天左右，能够把这18000剂都能够施打完毕。桃园大型医疗机构机关收治双北确诊者持续统计，全市收治189个病人，116人是市民，其他是双北市民。其中防疫所500多间，50间是市民使用，其他来自双北。对桃园市正做双北以外第3名的重灾区。郑文灿特别强调，桃园市还未达到疫区的程度，请市民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黄色风方面的风面已经瓦近，今日明仔2天接近台湾，加上西南风有引进水汽，所以会豆豆变天。咱来看温度。黄色风的方面瓦近啊，这方面的中南部甲外岛的澎湖马祖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过头了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仔各地热对流会较旺，有的所在雨会较大阵。温度方面，除了外岛甲新竹以外，各地高温拢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伫南投、台南、高雄，甚至有机会会升到38度。若台东会吹上风。提醒乡亲，礼拜1到后礼拜2是这波黄霜雨方面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各地拢会落雨。西半部、东北部雨会较粗，爱细至单雷公、强阵风甲上大雨。礼拜1到后礼拜2嘛，因为落雨，所以温度会较降一寡。天气愈来愈烧热，昨昏伫台南的玉井就出现38度的高温。防疫期间出入果菜市场拢爱磅体温，因为天气实在是伤热，真侪民众一磅拢超过37度半，加在啉水休喘一下就好啊，毋是正经发烧，只是伤热。路面来到玉井千果市场，大省的磅体温登记实名制，做好防疫的措施。这个市场最近除了改造单一的出入口，嘛加强体温的管控。不过最近山区连续高温，玉井25高温要挖39度，所以嘛常常发生民众体温上悬的状况，引起紧张。这会当请民众伫边仔休困一下，才过娘。12点中昼啊时阵，伊拢体温过高，这拢当机。哦，拢我中昼先开始发现这个状况。拢到12点的啊。有时候会高一点点啦，但是最主要吼，咱本人吼爱保湿啊，就是讲吼爱留啊，当个水吼，留啊甲身躯留啊，当时要靠者。因为玉井是产地市场，大家拢有从北部的搬商来挂货，
进前中华较近的卡价引起大家紧张，嘛小可影响到生理。毋过烦恼为着要生活，虽然高温佮挂喙暗，也是爱做工课。加上市场的防疫人员较手真严，佮有人热到昏去，大家只会当加补充水分，以防着沙。有，我们都有带水。都有带水。哎。然后呢，都有上面措施吗？要吹电风扇这样子。那个外面室温太高的话，有时候那个额温枪有时候会宕机，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多做因应准备，是多做几个备份啊。未来呢，可能再采取手温的部分呢来做量测。另外，因为今年酷寒，山区少雨，山野无介大粒，恐惊影响到外销，佮有配送到厝底也未生理。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讲，目前还唔知影疫情对山野销量的影响，不过防疫政策会持续进行。未来山野大出，农民出入变多，嘛会提早甲防疫佮有交易服务规划好势。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昨昏全台用电量冲到3800多万千瓦，打破去年7月份的历史新高，创下历史纪录。热天用电的尖峰已经提早到位，台电按算热天的用电量会继续创下新高，所以要赶紧予4台中大型当地做年度修理的机组加入发电。来看联合报，中选会昨昏公告保护海草大反来底等4项公投案，8月28要照常举行。海草大公投发起人潘中正即马是坦白讲，伊确实是真烦恼，讲疫情会互大家无愿意出门去投票去转票，到时人若伤少人投票，公投就袂过。伊嘛讲，中油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开钱开甲正上中，毋但有第1期的开发，也都有无对外公布第2期，计共爱开1332亿。来看自由时报，本土疫情野悬，全国第3级的警戒，8大行业袂使营业。也阁有部分的业者无守规矩，偷偷做生意，造成疫情恶化。行政长苏贞昌即马是表示讲，目前第一要紧的代志是要切断传播链，所以已经拜托内政部去研究，要提出奖励，鼓励民众来检举。来关心台北市文山第1分局疫情继续咧传，阁有一个警察去围着。目前文山1分局已经有6个人去围着，即马要安排全分局266个人做快筛。另外，疫情嘛拖到消防人员迄边，台北市的消防队、泉州分队，也有永吉分队，嘛拢有消防人员去围着。台北市消防局泉州分队甲永吉分队分别有1位消防员经过 PCR 检测是阳性反应。消防局讲，这2个分队的主宰地27案消毒好了关闭，勤务暂时由附近的分队支援。这也是台北市消防局第1遍有消防员阳性确诊的案例。另外，台北市警文山1分局疫情继续扩大，第4位警官甲1位工友确诊了，27又搁团工交通组县长的组长确诊，这是文山1分局5天来第6个人确诊。卫生局安排分局222位同仁分配进行快筛，看是毋是也有其他感染者。文山1分局伫咧27也紧急安排分局扩大消毒。另外，台北市大体育中心也传出讲有确诊的情形，总共有4个人快筛阳性，3个人是大体育人，有2个人是伫咧艋舺区公所上班。目前为止，就有3位役男，还有1位职员是初筛是阳性。那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请了厂商，已经做了全面的消毒。那除了消毒之外，我们也初步做了清查，把这2位役男的寝室附近的役男。伫最近海巡署有1位自太平岛的官兵返来台湾休假，休假返去太平岛的时阵，初步采验是阳性反应。海巡署赶紧派有符合隔离病房的加医监，甲人载带。也那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有1位委外人员，第25夜团工确诊。交通部讲，这位员工毋是第13柜台服务人员，无甲民众接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51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7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6761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
美国已经超过3399万例，印度是超过2700万例，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8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69万例。来关心欧盟因为不满 AZ 预防射药厂无照合约提供预防射，目前双方正在拍官司。那法国竟然传出有网络红人接到广告，要求伊拍影片去抹黑辉瑞药厂的预防射。相关的部门正在调查，像是幕后的中间人。欧盟告 AZ 疫苗制造商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无履行合约，而流转案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民事法院开庭审理。欧盟强调，药厂已经承诺伫6月底进行交3亿剂的疫苗，到5月初只收到1/4。Given that AstraZeneca was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a new vaccine in parallel in months and not years, it could only commit to make its best reasonable effort to supply just as many other vaccine makers did. 不过，药厂表示合约并无强制了当时法人有不当行为。不过，欧盟又原发出每提交一支罚款1欧元，而且按照天数来算，按算向药厂求偿1000万欧元，相当新台币3.4亿。各国不止为疫苗供应展开争夺战，即卖阁正做自信战。伫法国有100万人订下 YouTuber 最近公布家己接到业配，公关公司要求翕影片散布做辉瑞疫苗的死亡率是 AZ 疫苗3倍，不是言论。目前安全部门已经在调查，怀疑幕后黑手可能是俄罗斯政府。People need to be super cautious of what they read about, what they hear about, etc. And we as creators, we need to set our standards really high because it's, I think, just the beginning. 伫澳洲当地阁传出本土感染 ，BBC 报道指出，维多利亚省进前已经有16人确诊，当局列出150个感染疫区，同时列出上万名接触者。各位礼拜四暗时开始进入封城状态1礼拜，阁进一步调查感染源。纽西兰是暂停甲维多利亚省的旅游专案。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墨西哥的乌道介入选举。有一个市长的候选人伫街路红枪杀，这是这一届的选举第34个受害者。专家是表示讲，因为墨西哥的乌道这是接用的手段，话要改革的候选人就会出现性命危险。互人枪杀死亡地瓜纳华托州莫洛里昂市长候选人巴拉干已经无法度参加6月初6个其中选举，伊伫5伫咧竞选行程开直播，互人开枪拍死。Hola, ¿cómo están? ¿Cómo están? Estoy aquí en La Manguita con la Pedro Guzmán. Si gustan acompañarme, vengan para que escuchen mis propuestas, vengan para convivir un momento. Juntos lo hacemos mejor. Muchas gracias, aquí los espero. 巴拉干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前目睭看到歹徒伫咧光天白日之下甲枪杀。瓜纳华托州暴力问题严重，治安正歹。对从选举暴力相关事件，顾问公司埃特勒克的资料，巴拉干是这边选举第34位被杀害候选人。Sin duda es delincuencia organizada. Vamos a seguir protegiendo a candidatos y decirle al pueblo que no debemos atemorizarnos. 巴拉干所属的国家行动党伫这边选举已经有3位候选人被杀害。专家讲，贩毒集团想要将某一个候选人放伫咧政府机关内面，互警方未来敢有因的非法行为，对在地企业甲政府预算内面勒索。另外，当权者甲乌邦长期以来利益挂钩，若是有人想要出来选要改革，正紧就被锁定。另外，墨西哥政府长期以来对贩毒集团拢无伫咧查。顾问公司埃特勒克统计，自去年统计到即马，因国家已经有超过80位政治人物被暗杀。巴拉干被杀害进前就捌讲，是冒着性命危险伫咧插政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白俄罗斯顶一日为着要掠反对派人士，要求飞行机改所在降落，互联合国谴责。即马欧盟嘛出手制裁。这间白俄罗斯航空的飞行机，因为法国临时禁止通过，国部长爱越头飞倒转去。白俄罗斯航空班机被迫回头，
经过普兰了降落伫咧明斯克机场，这是欧盟对白俄罗斯制裁一部分。国内就是有一寡国家的班机即马无爱飞过白俄罗斯的领空。根据国际航空业的惯例，若通过其他国家的领空缩短时间请求了，相对就要支付相当金额的领空费。所在拄好是欧洲甲亚洲直飞航线的白俄罗斯，每年就照此收入几落百万美金。所以即马欧盟的法国航、芬兰航空、普罗的海航空，也有东南亚的新加坡航空，加入抵制无爱飞过白俄罗斯的航空，白俄罗斯政府正受气。Прежде чем бряцать оружие у наших границ, надо подумать. Разумные люди понимают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а тех, кто стоит за провокацией, просто спрошу, неужели вы не осознаете, какими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это грозит? И для вас тоже. Отдаете ли вы себе отчет сво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Ведь знаете, ч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на нашей стороне, и отвечать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де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白俄罗斯政府用飞机顶敢若有炸弹为理由，强迫飞机越头降落，实际上是为了要掠异议分子。对此，西方国家强烈谴责。These acts are a blatant attack on international civilian aviation safety and 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how flagrant disregard for international law. 嫌俄俄罗斯犹原对白俄罗斯态度正友善。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当局的态度无表示俄罗斯欣赏卢卡申科的做法，因为普京最终的目的是要将白俄罗斯扭入去规个大俄罗斯的范围。若是卢卡申科做代志拢无伫咧插别人，甚至想要脱离俄罗斯的影响，普京政府的做法可能就无同款。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之前，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伫加沙走廊相战11天，造成严重的伤亡。联合国伫今仔日投票通过要启动国际调查相战期间所犯的罪行。来看日本民众反对举办东京奥运的声音是愈来愈响，也毋过欧盟今日表态支持日本举办，嘛讲会支持日本政府办一场安全佮可靠的奥运。来看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实施北京交代政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中国继续在破坏香港的民主，嘛呼吁中国甲香港爱讨绑民主人士。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本土疫情严重，济劳工甲产业拢受影响。昨昏行政院有通过纾困4点控措施，个人纾困上悬补贴3万块，上紧伫6月初4就会发放。另外10万块的劳工纾困贷款会继续办理。有贷过的人会使去贷。我们的社会不容许有哪一个人因为断了炊，他自己孤独在家里，最后没有任何人照顾。疫情继续升悬，冲击各行业。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伫宴会表示，即马要开创这种特别预算经费上限调悬到6300亿，送到立法院。30日通过特别条例，6月初4会当先发放的就发放。我们有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个粮仓打开，来救济这样需要的民众。院长也只是说，以去年的相关的一些机制作为基础，需要微调就微调。国发会提出的纾困4点控，中介收入户增加4500，既然纾困1至3万，自营工作者3万，农渔民1万，假期渔工3万，导游领队甲客运车、游览车司机等3万。受影响产业补贴捐款认定，按员工人数补贴薪水，每个月2万，劳工纾困贷款10万延续，会当予50万名劳工申请。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会中裁示，企业员工薪水的补贴应该直接以2万做补贴。而省去这种行政作业的时间，可以直接来帮助这个企业他们有员工的薪资要负担，那政府来帮一点忙，那这个金额就直接用最高的2万块。卖有咱所有劳工朋友也咧劳师动众，就要去走去工会，你就反正每一个月会当获得咱劳工的生活津贴1万块。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杰表示，去年纾困有设立全年所得、劳保投保金额详细限制会当申请，为了避免申请纾困造成捐助，建议中央直接发放疫情劳工津贴，每个月1万，疫情期间搁免纳劳健保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01例，也佫有校正回归补填266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
5584例，6761例。咱来看目前伫各县市的分布。其中，伫新北市上济有2628例，台北市有2145例，伫桃园有264例，彰化有128例，基隆有97例，伫台中有76例，宜兰有61例，高雄是44例，屏东26例，伫台南市是22例，新竹县有16例，新竹市甲南投县是15例，伫花莲有12例，云林有10例，苗栗是9例，台东有7例，伫嘉义市有5例，马祖有3例，嘉义县有1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今日早起上新的统计。基隆昨昏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例甲小姑娘小食部群聚感染有关系，而且群聚感染的风险扩大，有4间店拢有牵连。若小姑娘这间店的负责人，因规家伙10个人全部拢确诊。基隆小姑娘小食部群聚感染佫扩大，确诊的3835例，不止传染予家己的后生、消费者甲男性朋友甲朋友的囡仔。负责人5772例确诊了后，除了传染予爸爸以外，小弟甲姊夫2家人全部确诊，姊夫的太太甲后生，甲小弟的太太3人自确诊。5772例加小总共是10个人确诊。外部引进来之后进到家庭里面，然后传染给所有的一个家人。我们已经发现有好几个案例，几乎是全家确诊，所以形成了一种次级传播。伫外口被传染了后，正做家庭群聚，基隆27新增加15例本土个案，其中3例是甲小姑娘小食部群聚有关系。员工3835例要去金水湾小食部工作，金水湾小食部的负责人甲金水湾有关系。金水湾41例人员当中有3人失联，金水湾有9人失联。另外，快乐城小食部2日出现员工确诊，是5981例，也有1位同事为放假来基隆上班。市府扩大锁定这4间来调查。那如果你曾经在这4个场所工作，或者是在最近曾经到过这4个场所去消费，请你勇敢而且尽速的跟我们防疫单位、跟卫生局来联络，尽速的配合筛检。因为伫小姑娘工作的3835并无完全交代行踪，经过调查，伊捌伫13到15到台北行天宫、大同区甲金山这所在，会继续追查感染源。因为基隆市也提出补助甲纾困方案，补贴受疫情影响民众，也有中央发的3000剂疫苗已经到位，按算3天来做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的泰安国校附设幼稚园的传播链继续在传。台中市政府宣布有新增加3个病例，目前这个传播链已经有16个人确诊。另外，讲到 A 二预防车分配部分，台中有摕到17500吨，市长罗秀燕认为也是上少。台中市环保局用无人机不过校每一个所在，为空中做大消毒。虽然已经伫泰安国小妇幼校区清洁消毒几啊摆，不过市长罗秀燕27说明讲，泰安国小妇幼的传播链还阁伫咧扩大当中。幼儿是3位，那幼儿园的老师是4位，小学生是3位，那另外还有这些幼儿部的家人那么有6位。台中市27新增10个本土确诊案例当中，有3例甲泰安妇幼的传播链有关系。累计到今已经有16个人确诊，其中包括1个也无暗号的幼稚园学生家长。也若规个传播链的源头，敢就是有放假旅游史的幼稚园主任？卫生局需要搁调查清楚。厨工他本身是从彰化、台中来来去去，所以彰化的感染源也有可能，那北部的感染源也有可能。这个如果要详细的话，也可能要做基因比对才有办法确定。台中市另外一个个案是伫咧南投草屯东方红时尚会馆消费去封未着，中央陆续分配15万吨 AZ 疫苗，台中市摕到17500吨，不过疫情目前无转好的迹象，就算疫苗全部注料，做的比率干那2%，罗秀燕认为也是上慢。如果绝大部分的这个市民朋友没有打，那但是只有2%的人打。换句话说，我们非但没有办法建构这个防疫网，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是笼罩在病毒当中。罗秀燕指出，中央规定成本的疫苗，医护人员优先来做。不过，亲像警消、消防员、救护人员、卫生环保人员、民政人员，也阁做袂到。希望买疫苗速度会当加紧，更加应该互县市政府家己决定做疫苗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昨昏是新增加14个本土病例，其中有10个甲确定病例的猎龄师傅有关系。这是猎龄师傅因规定做伙跋筊造成群聚感染，这嘛是高雄第2站因为跋筊造成的群聚感染。所以高雄市政府即嘛宣布讲，市内的社交活动全部拢禁止。高雄左营一个社区公园内，由于有长辈群聚拍败抬杠，而且部分也阁无挂催暗。上知影高雄的拍败群聚感染已经哪严重。高雄市27单日新增14例本土病例，除了4例南山，而且有明确感染管个案，另外10例拢总甲确诊个案588猎龄师拍败群聚有关系。聚赌的过程里面，传播到家庭群聚的一个过程。好，那影响所及，除了赌场里面所聚集的当时的所有的人之外，那包含2个家庭也因此受到了群聚感染。60外岁猎龄师是14发病，23确诊。这个期间，佫捌几啊摆到缴场拍牌，甲伊共排经的牌友已经有4人着病，并且连续传染互亲人。包括已经公布猎龄师的父亲缴场群聚延伸，已经在1例，其中3人重症。高雄市府表示，这个个案已经造成触碰感染，有假群聚感染范围可能伫500人以上，因为这已经是第2摆拍败群聚感染案。市府宣布，即日起，室内非必要社交聚会，像泡泡球都有一律停止。这个风险实在是太高。你面对面，你咧拍麻将，这遐近，大家遐话规个拢对，话甲规个拢对。等于佫传落其他咧厝诶啦。屏东新增3例，其中2例63612552例是进前确诊个案家庭群聚感染，另外1例是高雄确诊保险馆的同事，5月2日采检阴性，也毋过继续出现症状，2采确诊。采的时候是阴性，因为他的同事2963检验出之后，他自我健康管理，然后呢再重复身体不适呢，在行第2次采验的时候。就为阳性确诊。另外，台南有1个校正回归，是台南进前的确诊个案，235个加24、28带做伙的外籍看护同款1采阴性，2日出现家扫发烧等症状，2采确诊。因为这个案10例已经考虑伫厝隔离，后续无考虑对象。加以市新增2例本土病例，加1个校正回归，也毋过3例拢有明确的北部朋友接触史，加确诊者接触史，目前已经完成药调甲卡车点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昨中华有新增加13例本土病例，也有2例是找无感染源，所以这2天国军的化学兵已经赶紧去上中华消毒。中华县27天增加13例确诊，计共有124例本土个案，其中为水高上传出来感染，佫增加7例；艋舺家族增加1例，桃园转来的个案均数有2例，参台北转来的大学生有关系的是1例。另外，也有2例目前找无感染源，其中有几个确诊都是居家隔离的对象。那这个居家隔离者发病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因为基本上他遵守这些居家隔离的规定，他传染不会传染到他家户以外的范围。那这些居家隔离个案既然会发病，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在接触者第1次采检阴性，并不表示说你之后没有罹病的风险。卫生局长叶建平提醒，因为潜伏期有14天，采检第1遍是阴性嘛，袂当无惊心，同款爱遵守防疫规定，才会当有效降低传染的几率。另外，为着配合防疫，县政府也宣布，县内的旅客服务中心、参观光公车路线全拢暂停服务。暂停服务的区块有包括到我们彰化火车站的旅游中心、员林火车站、二水火车站以及高铁彰化站、鹿港南区旅游服务中心，还有王功渔港的服务中心，通通从即日起到6月14号，通通都禁止服务。最主要就是要拜托大家，通通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让我们整个疫情都能够稳住下来。除了呼吁民众唔通四界去，陆军化学兵这2天也出动协助消毒彰化市的区域，主要是针对确诊者的脚趾，
学校附近甲主要的车路边进行消毒，希望当赶紧控制疫情，防止病毒继续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了要消除北部的医疗压力，有一寡症头较轻的确定病例，会送去家己的防疫旅馆隔离治疗。严格旅馆附近的民众，即马是这支消毒的工课做无十层，伤过如此。民众迄条客运的车就停伫社区附近，人行道顶面阁有穿隔离衫的人员。民众表示，因落车的所在入去旅馆的入口，离一般徛过无讲介远，感觉消毒的工课做无啥够。他们主要进出口都是在地下通道，地下通道就已经是我们住家隔壁，就是10公尺就是隔壁啊。然后第一天他还更夸张，就是直接停在那个出入口，然后让他们下去，然后做个简单的消毒。事后那个区域也都没有消毒。民众阁指出，进前阁有人看过司机载人入去，车停伫路边，落车脱隔离衫了后，就伫社区附近活动。因嘛认为防疫旅馆的人若是伤济，人员出入入。这附近的区域应该要定时来消毒，减少环境的病毒量。我是觉得那人数多，病毒数应该会比较高，所以也是希望那个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定期消毒的动作，因为最近我都没有看到。县府这部分我们也特别来做加强，所以呢，每天早上跟下午我们也会做，县府会来做扩大的一个消毒，希望就是说让民众能够在更安全的一个环境。卫生局表示。去年就已经配合中央的征收，让这个集中检疫所开始运作，流程嘛拢有一定的要求。民众烦恼的部分，有向中央来反映，刷来嘛大爆棚来分解，希望会当减少民众的不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本土病例一时增加上济，人力有限，体检拢塞车，所以逐工拢有校正回归补天长的案例。有民间团体即马就建议政府放宽，予有受过训练的护理人员，嘛会当加入采检的工课。指挥官陈时中昨表示，伊并无反对。疫情继续伫咧滚价，为着增加疫情重点区快速体检的量能，即阵有生技公司捐几个万支快筛试剂，予全台湾各地医疗院所，希望替即场国家防疫战尽一份力。快筛试剂的捐赠计划，让各县市政府的卫生单位更清楚的了解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什么目的去使用这样的快筛试剂。台湾本土病例爆发到大1礼拜外，平均每天超过500例，60岁患者重症率已经到20%。即马民间团体呼吁中央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8条规定，因应疫情的需要，希望会当放领快筛试剂检验人员的标准，予护理人员接受训练，也加入采检的工课，减轻医事人员的压力。在传染病防治法的这个规定里面，主管机关是可以将某部分重要的这个行为好比说这个疫苗管理使用接种的这种措施由受过训练且经过认可的这个护理人员来实行。各种受过训练来做协助相关的业务，我们都不是反对了那看他供需的问题。那刚才另外说自己筛什么筛那个请罗副稍微整理一下本土的资料，让大家了解这种快筛这些东西这些工具使用的一个限制了为着确保员工的安全，即阵国内有袂少大型企业拢表态有买快筛试剂的意愿。不过，企业快筛的指引爱等经济部提案，即阵还无时间表。记者阿敏金、林福凯台北报道。台湾的疫情紧张，真侪人即马踮伫厝内买物件，就用网络买物件，所以货运业即阵是真无用。有送货员即马工作时间一天是超过15点钟。所有业者全主张讲，这劳工敢若会使伫加班费甲奖金内底2项选一项，互劳工感觉安尼真无理。全台湾三级警戒的货运业变真无用，货运相关工会发联合声明讲，升级三级警戒了后，货运人员的送货量可能变10倍。有人早时7点半开始上班，到半暝12点半才回去厝内，工时超过15点钟。你平常时你若是以1点钟送20件的货，你100件大概开从4节来5点钟啊，这是送的时间尔。比如讲拆理货，物件按人车请出来，上车排单。贴货等等，这时间还袂算在内呢。你这样是甚至一个人平均一天头120、130、140、150。
工会讲，司机的薪水一大部分是厝上加奖金，但是伫即马司机常常需要加班的时阵，铁配通公司煞主张要加班费就要使领一个奖金。延长工时的加班费这个部分，在宅配通公司里面，超过7点之后的加班费是没有的，你要申请。公司迫使我们劳工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到底要加班费，还是要取送件奖金？加班费这个东西是法律给予我们的保障。企业应该给予的，那怎么会是需要我们员工去2个选择1个东西呢？劳动部回应，针对疫情的状况，有特殊的加班规定，会使延长工时，但是特殊加班的加班费，公司是需要事前经过工会，也是县市政府的同意，才会使来实行。若是紧急的状况，嘛需要事后报备审查。针对特别通的案例，可能需要另外调查。特别通回应，公司会依法予司机加班费，不过厝上加奖金，法律是无规定一定要提供。记者问到，这唔就代表司机需要放弃占薪资比例上悬的厝上加奖金，才会使来提加班费？特别通讲，这个薪资结构的问题，会过来研究。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疫情无稳定，咱来愈惊到压力大，日子嘛是会照过。浸烧水会使透解压力。若伫比利时，即马是有开一间麦芽酒的水疗中心，互人客浸伫麦芽酒内底做 SPA。忝的时阵浸一粒烧水，身体真舒适。不过因浸的毋是一般的 SPA。这3个人客身体浸的甲出来啉的拢是秘鲁。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最近开当地第1间秘鲁水疗中心。业者甲脚部白鸡秘鲁花放伫咧桶内面，搁加一寡秘鲁，才互人客浸。The yeast starting to eat away on the malt starts and it's accelerated also in the hot water. So now I just mixed it and this will be poured into the 2 jacuzzis right now. 创办人是一对情人，2-3年前因伫咧捷克体验秘鲁 SPA 了，一直真怀念，转来了就决定也要开一间。因设置会当一遍浸2个人的大浴缸，浸一遍45分钟，计数150欧元，换算代票3900。秘鲁也随在你啉，开幕前也请厝边头尾来体验。De geuren, het is eigenlijk heel verrassend. Ik kom er helemaal van tot rust. I heard that it really rejuvenates the skin, so who knows, it might make me 10 years younger. 来浸过人客拢讲赞，不过专家讲，秘鲁 SPA 其实无医疗效果。That concentration is extremely low. So, and if you then go sitting in the mixture of with a low concentration, it does do nothing for the skin. 专家讲，浸秘鲁敢若是无菌水，伫内面浸45分钟，可能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功能。不过，若只是浸好爽的，是不要紧。因为会让一面洗身躯，一面啉秘鲁，对一寡人来讲是真赞的享受。公司新闻齐欢迎朋友。咱法国是有一间专业的特技学校，80个学员内底1/3是查某的，查某有才调做对的动作，查某嘛同款会用的。伫法国北部勒卡托康布雷斯总面积5公顷的 CUC 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专业特技训练学校。这部学员演出拢无加过影片，精彩程度袂输好莱坞的动作片。Je suis danseuse intermittente du spectacle. Donc j'ai l'habitude d'évoluer dans un monde gracieux et féminin. Et là, je suis à l'opposé de ça, plutôt masculin et qui aime la bagarre, quoi. 伫美国好莱坞，女演员的特技动作拢是由男性的替身演出。2020年到期，90位特技表演者也发公开配合美国演员工会。Aujourd'hui, il n'y en a plus besoin, je pense, et tant mieux, les femmes sont capables de faire la même chose, donc au moins, il n'y a plus besoin de perruques. 这卖电影女性的超级英雄愈来愈多，而且 Netflix、Amazon Prime 加 Disney Plus 这款串流平台作品需求量真大。敢若靠男性的替身已经无够用。Les filles qui sortent de cette école-là sont tellement polyvalentes que même limite elles terminent jamais leur session. Elles sont prises sur des longs métrages. Et une élève qui a fait 2 sessions, elle est partie sur Marvel. CUC 全套完整的专业训练，总共有10个项目，要开2年，包括特技、杜库、跌倒、跳楼、吊钢丝加倒火表演。
学员就要接受800点钟的训练才能结业。毕业了会伫咧电影圈发展，伫超级英雄或者是动作片内面演出，为是去迪士尼或者是中世纪主题普德夫游乐园工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7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加27度，上悬35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外岛是22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天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